歡迎進到現場，今日好空標報本大家第一咧，就係2014吼台北清水節的發通哦吼，剛好牛專業有講到吼，也此類水蟲其實一胎吼，地度有動到東西，做得老太搞嚟老了啊。剛好有講到動到嘅設施吼，除咗剛剛講嘅以外吼，有講到也咩吼，有小火車做得走啊。是的。其實太家清樹葉吼，而看到嘅就係也。做得高水的素材，係冇？係水鄉庭園。水鄉庭園對，廖愛偉說哈，水鄉庭園本身呢是我們暑假最擁擠的這個地方。那我們今年呢也做了，在這個設施上我們做了一些調整。我們在過濾的設施、好濾水的設施，還有地面上的一個安全性啊，我們特別都做了一些處理。而且我們現場有配置有3個具有救生員執照的人員，然後呢還有水。輕鬆遊啦，吼，安全係輕鬆遊。因為我們希望家長帶着小朋友快樂樂的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。那然後我們還有水巡人員，他們在4個角落會去注意到整個現場的狀況。然後我們不希望說在暑假造成一些什麼意外的狀況。不過呢類呀水鄉庭園呀一企業吼，會有年齡的限制嗎？還可以有台北有圖等就好。都可以，但是最好有小朋友還是要家長帶着，會比較更好一點。啊，雖然我們的安全可以說是滴水不漏，還是要大人帶着會是更好。不過也係動到小朋友、大朋友就會去撩的素材。不過我看到亞薩時候，可能大朋友卡做唔得夠吼，比較不適合。這個適合這些滑水道，可能或許重量太重或什麼的，還是而且會撞到小朋友，最主要。真嘅，大朋友要自己注意一些嘞吼。是的。不過吼，還有就係順通嘅咩有呀。也可能也哈看到的吼，係冇乜個人吼，景觀水池就說，其實吼啲不用撩的時間，真正動到小朋友啲呀呢。對，因為哈這個景觀池它本身的這個很淺，大概都到腳踝這個附近，所以說小朋友又玩水，但是他又家長可能又怕說到那個水池人那麼多，小朋友就做得累到呀，那這個非常受到小朋友的歡迎，這樣做得夠水呀，乜家就做得，不錯，也哈看到係冇乜個人，也係相片，其實也哈睇到嘅片吼，真正。開始不用撩的吼，就動到你係冇？沒錯，沒有錯。人講人哦吼，唔過吼，沒有動到的鴉片，剛剛講到的背後就係你剛剛講的巴洛克式的建築，就會看到小火車啊，喺連燈呢就抽嘅。對，從這邊走過去，在這個位置上，這樣。之後剛剛講到的就係小朋友的部分，咁行呢去吼高戲嘅片吼，後背吼，係唔係就做對行卡看到動到冇用嘅？是的，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自來水博物館，它是一個巴洛克式的建築。那麼我們今年在這個前面呢，也裝了剛才有介紹到小火車，然後呢，在這個建築物裡面呢，有非常豐富的自來水的一些設施，讓大家可以了解你家的水是怎麼樣運送到你到府上的這樣子。嗰個地度做得有咧教育嘅，而咧機器做得唔太夾寬。外表咧，未動到嘅新人啊，動到嘅結婚呢，結婚的年後就做得去翕相就錯嘅。是的，這前面是真的是一個婚紗攝影的，每天都有新人在這邊拍照，這樣子。哇，其實你看一下正面吼，你看一下相片地度就有你的翕相誒。沒錯，對。也會神搶嘛吼。這個你的婚紗攝影，我們就照一般的入園程序就可以了，這樣子。就啊，你多3年就做得你去就買門票就做得。對。因為呀，你去係冇限時間的咩吼？沒有限時間，我們沒有限，但是我們就只要閉園之前。對，我們開園的暑假的時候是從到晚上8點，那你當然不可能說深夜還在這裡面拍，是不可能的。哦，拍夜景啊。唔過太年學還要拍啲東西做得夠嘅，就係去後背還要步道做得行，係冇？冇錯。這邊就是我們的小觀音山的步道，生態步道，我們裡面的樹種林相非常的多，各式各樣的喬木。嗰個也係連燈，吃了水延期就抽嘅，你去地度就做得安尼老了一天又轉了。對，它是整個步道等於說有個環繞的效果，然後你在裡面的這個大人可以在那邊逛逛走走這樣子。對。也有結衝嘅喏。係唔係呀？這看起來其實還蠻長的哈。蠻長，但還好，大概你悠閒的散步大概20分鐘，當然有小圈跟大圈，看你要怎麼樣走。用嘅行就抽嘅，行平嘅就做得轉落安尼，高水啊嘛。你可以隨性，啊，可以隨性的，對，沒錯。真正做得來到也好，除了高水，還做得享受一下芬多精啊，也景觀真的景觀真的真定懂。而且我們的一些重要性的植物，我們在上面都還有標示說明，對。然後在這個過農曆年的這個時候，那剛好我們園區的有100多棵櫻花盛開，
不输给阳明山。哇，古时候也有某种样的法规呀，吼，就做对因应不同的季节，有某种样开某种样的法就出来。是的。古时候呀，真紧吃了水冲吼，真紧动到你就会去老掉黑毛平松时的时间。我们大概在历年来，因为最近我们的这个公馆圣诞季也好，或者清水节也好，都做出这个品牌了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目前大概每一年暑假的时候，大概有将近30万人来这边造访。30万。你刚才讲到要讲，就是公馆吼，个片呢一个体位吼，很周围动都会规划。因为他们的公馆商圈，对，其实做了不同的观光化沟通，其实对呀，吃了水从没有动态蹦出，刚好是刚好相辅相成。因为我们这边的是在机能很健全，然后呢又刚好在市区，那又有一个多功能的一个，又有停车场，对，我们那边轻松优，有公馆停车，但是还是欢迎大家坐捷运来，因为它方便呐，对，要方便。然后我们有很多活动呢，我们都会跟当地的公馆商圈结合，那希望呢彼此能够带动。也带动公馆商圈的这个商业行为的这个发展，这样子。唔讲吼，刚才讲到的吼，周青就喺吃泪水延期低度吼，喺咧门票就做对你去周青刚才讲到的周青做对了没吼？是的。其实今年吼，没有咧清水就是亲子体验园区吼，那个地方很做的咧改变吼，伊个就会让我来付呀门票的素材，其实就会改做也还改名的，系冇？改名变做洛德城堡。对。这个是我们的没有主持人讲的没有错。那这个是我们的清水体验园区呢，我们是采用委外经营的方式，它是分开售票的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类似像月梅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哈。然后呢，它本身呢有分室内跟室外。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区域，我们有3个滑水道，那有比较滑水道就会压，也对，也有比较刺激的 U 型滑水道，那也有比较那个适合全家福去滑水道，也有像眼镜蛇蜿蜒的区啊，我说要太平洋就卡适合一些的，比较适合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夏季呢是水池，那我们在冬天10月、11月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上面铺上仿冰的材质，就变成一个室内的。首创的冰上乐园，溜冰的，对，没错，就会第一亚在起飞就抽对。哦，古说亚黑重新就有做一类整顿整理耶。我们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规划，还有这个目前的委外厂商，那目前呢，正在营运中。哦，从亚黑没黑，难为有水的用诶。对。这个就是滑水道。这是滑水道。呀，就会有水的时间就在高水。是的，夏天的时候，但是另外一个趋势，不过它是分开售票。全票的话，全票也有对学生做优待这样。哦，还冇空用的就抽给，这也是起码没黑。对，其中的一个景。你讲好，其实好，就算係人愛來分呀門票的部分，其實門票就當便宜好，係冇？我们园区的门票是非常便宜，那个全票是80块，然后呢？全票，太宁啊，全票，这样80K 我听啦。那然后呢，这个学生票呢是优待票是60块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为了响应台北市政府的放暑假活动，所以自来水园区的门票，自来水园区，那么在7月、8月的时候呢，你12岁以下的，然后都是免费的。嗰時就講了，就係一下開始就50錢就抽嘅，對，一下開始就50錢啊，就太寧。使用錢就抽嘅，唔講好咩有咧其他嘅方式啦，唔通講好就係做得用一下因咩用音好，大家做得節約用水咩，就做得用節約用水嘅同時咩做得節約紙張，是的，咩講呀那個賬單啊，好紙本賬單咩做得唔使用嘅話，咩有其他有費就抽嘅。是的，那你如果說今天申辦電子賬單，好，申辦電子賬單呢，你在現場辦，我們禮拜2，因為禮拜1休園，那禮拜2到禮拜5的時候，我們旁邊有一個南區營業分處的櫃檯，那希望遊客呢，就你出門的時候就把你以前的紙本賬單帶着，然後呢，你到南區營業分處的櫃檯就在旁邊，然後呢去申辦。清驗啊，清風片就抽嘅。清風片。辦完了之後，馬上一戶就可以招待2個人入園。爸爸媽媽就招待你，因為小朋友50錢沒。對，那如果我們辦，就是說我們還要經過電腦作業，我們作業OK 了之後，成功了之後，我們會再寄2張那個 VIP 的貴賓券給你。那下次你還可以再帶2個人，就總共2個人來到我們的園區來玩，這樣子。哇，古時候就
等于就会讲，就送本门票就错嘅。对。呀，门票有限时间嘛？一般门票来讲，我们大概可能或者有定一个，比如一个宽裕的时间，半年、1年什么的，不会说。我们一定有一个宽裕的时间，这样子。唔讲係上先來吼，也係不用了的時間，不用出街的時間，吼聽出動價就用鐵的。應該是，不可能放到明年。對。唔講吼，香港廿八啊清水節吼，當年就有莫強用主題莫強用做啲老料的素材，像今年係大水怪，加還有小雞糕的吼，大家吼就會做啲許多嘅片的時間，就做啲來拿到呀水蔥的吼，唔過呀水蔥係有限量的啦。唔過建議吼，大家要做啲一家帶啦，一家帶一家嘅水蔥嘅，唔過種呀吼係真安全嘅，呀水蔥嘅吼來老料嘅時間，除咗一開始佢木色以外吼，係擺料嘅時間係有限定乜嘅時間冇？做得有。是打水拐这个游戏哈，我们在每个礼拜6的下午，那么3點鐘開始。好，我們大概因為這個打水怪呢，我們也這個每個禮拜6下午3點開始，那我們現場呢會酌量再發送這些水槍。哦，個標就錯嘅，會酌量就錯嘅。因為我知道亞正點懂完全可能有懂到嘅年後就會知道啊，我冇拿到啊嘛個。因為開幕那一天，我們就6月28號開幕那一天，那是我們的主軸，就是用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我們仍然保留一些，希望在每一天的每個禮拜6的活動都有一些可以提供給大家。唔講吼，其實啲鴉片後面做到看到有懂到莫強用嘅主題嘅發通啦，吼。是的。將鴉係發通，鴉看到係2013年咧，就係去年嘅時間係冇。是的。那我們因為8月1號是原住民日，所以說我們在這個暑假的這個帶狀活動裡面，我們在8月3號還有8月9號這2天，我們都會邀請原住民來唱歌、打擊樂，跟民眾互動。安德地哦，原住民給這個樂天，然後呢進天地，而且它是活潑。有音樂方面呢，也推情漂布沒輕強。是的，那所以我們會讓這個原住民呢跟觀眾去互動，然後呢讓這個原住民的精神去感染我們下面的這個觀眾。嗰種亞種嘅表演吼，就請係啲內地喏，因為我看到亞就係巴洛克，亞這個係一個指標吼，對，什麼都是以這個巴洛克式建築吼為主，就是前面就會有西風茶，還有順風就為了共創。這個是在巴洛克建築物的旁邊，我們會搭上一個帳篷表演的舞台，這樣子。哦，就會有相關的發通就做嘅。是的。香港亞當天吼，給一組吼，就係7月份的清水節時節吼，會有園遊會，係冇園遊費啊？哦，是的，我們總共哈，在這個園遊會，我們總共有辦3場。那我們在6月28號的那一天呢，我們有辦園遊會。然後呢，我們在7月19號的那一天，我們也有辦園遊會。哦，嗰時候像係禮拜6你張遊係冇，就係週間禮拜2，拜2到拜5係冇誒。冇。哦，園遊費冇誒。還拜6。那我們園遊會，我可以要稍微解釋一下，我們園遊會是由愛水人協會，那麼他所主辦的。那我們園遊會的所得呢，義賣所得，我們有吃的有玩的，但是我們義賣所得呢，都是做公益來使用。哦。所以我們這個不同的，我們總共有3場園遊會，我們有的是作為水費的急難救助金，冇強用。不過周青就係公益的發通就錯嘅，是的，公益的就減本呀，公益的所得，公益的乜個單位啊，就做啲本家就來用來使用。那我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，那我們本身呢，在這個6月28號的這個園遊會的義賣所得呢，我們是提供給急難的需要臨時繳不出水費，然後我們去救助他，啊，那這個成為水費的急難救助。然後呢，我們在7月19號的這個園遊會呢，那麼我們會捐給這個關愛之家，然後讓那邊的艾滋寶寶，那邊現在目前大概還有150位左右的艾滋患者在那邊住，然後呢，我們希望他們得到更好的照顧。單位就錯嘅啦。是的。嗰時候大家都記得啦，嗬，就係今年19號嗬，含有咧園遊費哦。唔過清水節嗬，愛到呀6月份嗬到8月底哦，要當到莫強用嘅發通去燒嘅本大家哦，也下學大家先嚟去看一下，等下將有限卡精彩內容哦。